大家好，歡迎收睇港九往事。敦煌酒樓呢個名喺8、90年代嘅香港幾乎係排場同體面嘅代名詞。左派機構擺酒，第一時間諗起佢；街坊屋企辦喜事都話要去敦煌先夠氣派。全盛嘅時候，敦煌喺港九新界開咗成20幾間分店，員工3000幾人，一年做嘅生意以10幾億計。仲喺沙田城門河邊起咗一座大理石嘅石房，靚到成為地標，遊客專登過嚟打卡。但就係咁樣一間叱咤香港飲食界成個年代嘅酒樓，喺2002年6月5號嗰一夜，11間分店一齊拉閘，2000幾個員工一夜之間冇咗份工，幾百個供應商嘅數，一分錢都追唔返。呢個故事唔單止係一間酒樓點樣執笠咁簡單。佢背後企住嘅係一個橫跨3代嘅酒樓世家——簡氏家族。呢個家族點樣由油麻地一間又一間嘅小茶樓起家，點樣喺80年代做到風光無限，又點樣因為一個人嘅突然離世、一場地產上嘅豪賭，以及家族入面嘅意見不合，走到最後一夜拉晒閘嘅結局。仲有一條更加冇幾多人留意到嘅線，呢個家族入面有人一生都緊跟住嗰個年代嘅政治大潮，亦有人喺人到中年之後轉咗去信一樣完全唔同嘅嘢，最後帶住爭議喺香港孤獨咁走完人生最後一程。呢個故事就由油麻地嗰間舊式茶樓開始講起。要講敦煌，一定要由第一代掌舵人簡奕雲講起，因為敦煌唔係憑空冒出嚟嘅一盤生意。佢係一個已經喺油尖旺一帶扎根咗幾十年嘅酒樓世家，去到第2代先至開花結果嘅成果。簡奕雲30、40年代嗰陣，已經喺油麻地一帶開咗好幾間以雲字起頭嘅舊式酒樓，喺當時嘅油尖旺一帶叱咤一方。嗰個年代嘅茶樓同而家嘅酒樓唔係同一回事，茶客一盅2件，有人仲會帶住雀籠上茶樓，一邊飲茶一邊賞雀。茶樓係街坊社交嘅公共空間，多過單純食嘢嘅地方。簡奕雲就係喺呢種舊式茶樓文化入面，一手一腳打拼出屬於簡家嘅一片江山。簡家嘅生意一代傳一代，去到70年代交到咗長子簡煥章手上。如果講簡奕雲係奠基者，咁簡煥章就係真正將簡家酒樓生意發揚光大，推上香港飲食界巔峰嘅人。簡煥章接手家族生意之後，冇滿足於守住油麻地嗰幾間老鋪。1977年10月25號，佢聯同茶葉、凍肉、海味呢幾門生意嘅供應商，成30、40人夾埋喺油麻地彌敦道嘅一幢商業大廈度開咗第一間敦煌酒樓。呢個名一開始就唔係隨便揾嚟嘅，換大也，黃姓也。敦煌本身係絲綢之路上一個曾經極度繁盛嘅河西重鎮，簡煥章將呢個名擺上招牌，配埋敦煌壁畫、飛天女神嘅裝飾，一開始就同滿街嗰啲叫茶樓、茶居嘅樸素鋪名唔同調，擺明車馬要做啲有氣派、有檔次嘅嘢出嚟。當時業界唔係太睇好呢盤生意，地點唔算特別好，一班投資者又多數係供應商出身，唔係正經八本做酒樓出身嘅老行尊。但簡煥章打個牌好精準，酒店式服務，平民化收費。以前淨係高級酒店先有嘅服務水準，佢擺到大眾消費得起嘅價錢度，俾普羅街坊都享受得到。加上出品同服務都夠班，敦煌就咁樣喺一片唔睇好嘅聲音入面，硬生生殺出條血路，將香港人飲茶嘅習慣都改寫咗一次。有一樣嘢係簡煥章成個人成功嘅關鍵，佢嗰種鮮明到不能再鮮明嘅政治立場，同埋佢喺呢方面建立出嚟嘅人脈網絡。簡家早年已經係立場親共嘅一批人，簡煥章亦不例外，而且佢將呢種立場擺到明明白白。據識得佢嘅人講，簡煥章嘅態度好清楚，每年只接11國慶嘅酒席、雙十國慶嘅酒席，
一律唔接。喺嗰個左右壁壘分明嘅年代，呢一份鮮明嘅立場反而為敦煌帶嚟源源不絕嘅客源。唔少親北京嘅工會、社團、中資機構，逢有活動飯局，第一時間就諗起敦煌。油麻地嗰間敦煌旗艦店喺員工心目中嘅地位，甚至去到俾人尊稱為祠堂嘅程度。逢年過節，員工翻嚟拜山咁翻嚟聚舊，老闆親自出嚟同啲後生仔打招呼，一派家長式嘅溫情。簡煥章仲有另一樣嘢係體育，佢長年做豫園體育會嘅班主之一。1965年，豫園首次攞到香港甲組聯賽冠軍，同年更加以銅章足球隊名義北上訪問京滬穗三地。銅章呢兩個字取自豫園三位首長顏同真、簡煥章、戴烈章，名字入面各一個字，夾埋成為球隊嘅名。喺嗰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仲未係國際足協會員，球員北上隨時會俾人判終身停賽嘅高風險年代，呢一次北上冒險可以話係拎住成班球員嘅前途去搏，硬生生打開咗香港同內地足球界交流嘅第一道門，而背後仲有霍英東出資支持。呢一次冒險令簡煥章喺北京眼中嘅分量又重咗幾分。有咗呢一層政治資本同人脈網絡做後盾，加上敦煌出品同服務本身都夠班，簡煥章嘅酒樓生意喺80年代一路擴張，冇幾耐就成為咗香港飲食界數一數二嘅名字。80年代可以話係簡家最風光嘅一段日子。1980年，敦煌收購咗油麻地吳涌街嘅萬壽公菜館。1984年，喺北角英皇道嘅新都城大廈開分店，呢間鋪無論係面積、員工人數定係顧客量，都係集團各店之冠。之後隨住營業額年年上升，敦煌大舉擴張，分店由柴灣、旺角、太子、紅磡、長沙灣一路開到新蒲崗、牛池灣、九龍灣、藍田、將軍澳、沙田、馬鞍山、大埔、粉嶺、元朗、屯門、青衣、荃灣，仲有一間開到廣州去。全盛時期，敦煌至少有20間分店，有講法話最高峰去到成30間，員工總數去到3000幾人，一年做嘅生意最高峰去到15億港元。除咗敦煌酒樓同敦煌海鮮酒家呢兩個招牌，簡家仲用萬壽公菜館同珊瑚軒經川菜館經營唔同菜系嘅生意，甚至跨埋去酒店業，喺油麻地開萬年青酒店，喺廣州開麗都大酒店，由一間粵菜酒樓起家，一路做到橫跨飲食同酒店嘅一個商業王國。嗰陣時，敦煌嘅成功直接刺激咗一批新光、聯邦、好彩、漢堡呢啲大眾化中式酒樓集團嘅冒起，可以話簡煥章一手改寫咗一整代香港酒樓行業嘅生態。當年喺酒樓行做嘢嘅人都以入到敦煌工作為榮。1989年嗰陣，敦煌普通員工月薪就有3-4千蚊，高級職員月薪更加過萬，喺當時嚟講已經係相當高嘅人工，福利就更加冠絕全行。做滿1年嘅員工，無論邊個職級都有得去旅行，高級嘅去東南亞、日本，低級嘅去內地，主管仲有免費嘅歐洲遊，一直去到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先取消。90年代，敦煌喺電視同報紙落嘅廣告，嗰句口號響遍全港，講食講排場，敦煌至似樣。呢句廣告詞加埋敦煌壁畫飛天嘅招牌圖案，成為一代香港人共同嘅記憶。行過電視機前面，見到就知道係邊間鋪。呢種排場唔單止係掛喺口邊嘅廣告詞，而係實實在在體現喺敦煌承辦嘅一場又一場大型飯局度。逢有工會、社團、中資機構辦活動、慶功、周年紀念，敦煌成日一次過要擺幾十席，成個大堂張燈結綵，主家席擺晒錦旗賀賀，台上有人致辭，有人唱大戲助興，台下賓主盡歡，熱鬧到成條街都聽得到。喺呢個左派圈子入面，
識揾邊間酒樓擺酒，本身都算係一門學問。揾到敦煌，等於間接向外界宣示自己嘅立場同人脈，而敦煌亦成為咗呢個圈子入面供應舊班嘅首選。逢年過節，敦煌各分店同時開爐，成班伙計由朝忙到晚，煎炒煮炸樣樣嚟，出品要夠體面，上菜要夠快，招呼要夠周到，先至稱得上敦煌至似樣呢4個字。去到1986年5月，簡煥章有咗一個更加宏大嘅計劃，重現沙田畫舫嘅盛景。老一輩香港人好多都記得沙田畫舫。以前香港仔有間飲食企業，用一艘鐵躉船改建成水上餐廳。1963年開業，無數粵語長片都喺度取景。謝賢、陳寶珠呢啲當年嘅紅星都成日喺附近出沒，係嗰個年代嘅高級食府。但隨住70年代沙田新市鎮發展，幾番填海逼遷，沙田畫舫每一次搬船都要接駁反電線水管，費用相當昂貴。加上負責人向港府申請固定船位嘅協議一直談唔攏，最終喺1984年結業，之後遷去廣東中山，因為冇好好保養，最後沉咗落水。有一個講法話，政府嗰陣有意興建一座固定嘅石舫嚟取代舊畫舫，呢單生意最後由簡煥章接手落嚟做。簡煥章睇中呢個機會，喺弟弟簡其章同兒子簡惠華協助之下，透過招標以1200萬港元地價買入城門河畔一幅面積逾82000平方尺嘅地皮，一心要重現沙田畫舫嘅盛世。1988年，敦煌斥資逾5000萬港元起咗一座全新嘅敦煌畫舫。1989年正式開業。呢座畫舫唔係真船，而係全港唯一以大理石起成，外形好似一艘靠岸巨輪嘅仿古石舫，配埋敦煌壁畫飛天女神做裝飾，入夜燈火通明，氣派十足。好快就成為咗沙田地標兼旅遊景點，唔少人專登過嚟打卡飲茶。敦煌畫舫開業之後，敦煌喺沙田區一帶嘅分店一度去到4間咁多。講開石舫呢樣嘢，其實喺中國歷史上都有一段耐人尋味嘅典故。古人成日用舟同水嚟比喻君同民嘅關係，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但清代乾隆皇帝唔中意呢個比喻，覺得國家應該要長治久安，唔應該成日諗住會翻船，於是就喺頤和園起咗一座永遠唔會沉嘅石舫，叫青雁舫，圖個安定嘅意頭。簡家嗰座敦煌畫舫，某程度上都係抱住呢種心態起嘅，用石頭起船，起得靚起得穩，就唔怕翻船。但世事往往就係咁諷刺，呢座起得咁靚、意頭咁好嘅石舫，最後偏偏冇成為簡家嘅定海神針，反而成為咗拖垮成個家族生意嘅其中一條導火線。成也沙田，敗也沙田，呢句說話用喺敦煌身上，可以話係一啲都冇講錯。講完簡煥章嘅創業史，就要講講佢背後另外2個重要人物，簡其章同簡鴻章，簡煥章嘅2個弟弟。簡其章一直協助大佬打理酒樓生意，喺敦煌畫舫嗰單招標買地嘅項目度，佢已經有份出手幫忙。喺簡煥章仲喺度嘅年代，簡其章嘅角色多數係執行同協助，成個決策權基本都握喺大佬手上。呢種一人拍板嘅管理模式喺簡煥章嘅年代，好處係效率極高，簡煥章睇準嘅事可以好快落實，敦煌先至能夠喺短短10幾年之間，由1間鋪擴張到20幾間。但呢種模式亦有一個致命嘅隱患，一旦大佬突然唔喺度，成個決策系統就會瞬間癱瘓，因為冇第2個人有過實際操盤一間龐大集團嘅經驗。而簡煥章嘅獨生子簡惠華就係喺呢種大佬話事嘅環境入面長大嘅。到咗沙田畫舫呢單招標買地嘅大項目，簡惠華已經有份參與，可以話係簡煥章有意栽培呢個兒子，
想佢跟埋成個大項目由頭做到尾，學識點樣操盤一盤咁大嘅生意。但栽培始終需要時間。簡惠華嗰陣仲係一個協助嘅角色，從未試過獨立話事，更加未試過喺冇咗老豆拍板嘅情況之下，自己一個人揸旗。呢個隱患喺1997年終於爆發出嚟。不過我哋先按下不表，因為要先講下簡煥章另一個弟弟簡鴻章嘅故事。簡鴻章70年代中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數學系畢業之後赴美攻讀，攞到哈佛大學碩士學位。返香港之後冇加入家族生意，反而入咗左派報章《文匯報》做嘢。喺80年代嗰陣，可以話簡鴻章同佢大佬簡煥章一樣，都係鮮明企喺左派陣營嗰一邊嘅人。但簡鴻章嘅人生喺1989年出現咗一個轉折點。本身佢對社會主義係充滿憧憬嘅，一直以為自己所信奉嘅呢一套係真正為國為民嘅理想。但當80年代尾嘅北京風波發生之後，簡鴻章大受打擊，佢冇再繼續為呢個佢曾經深信不疑嘅體制做嘢，毅然離開文匯報，從此再冇參與或者關注內地嘅發展。離開文匯報之後，簡鴻章轉職去一間叫當代嘅雜誌做嘢，之後又轉去研究哲學同佛學，仲試過全職炒股，成個人好似喺人生嘅十字路口度打轉，揾緊一樣可以令自己重新安定落嚟嘅嘢。就喺呢段人生轉型期，佢經朋友介紹睇咗一啲書之後，突然醒覺，覺得要放低名利。1996年，簡鴻章開始修煉法輪功。呢一年值得記落嚟，因為呢一年同時都係簡家酒樓生意開始出現變化嘅一年，亦係簡煥章走到人生最後一年嘅前一年。一個家族入面，兩條命運嘅軌跡就喺呢個時間點悄悄開始分岔。一個曾經喺文匯報做過嘢，篤信左派理想嘅人，最後揾到嘅安身之所，竟然係一個日後同北京關係徹底決裂嘅信仰團體。1997年11月，簡煥章病逝。呢一年對成個香港嚟講都係風起雲湧嘅一年。7月主權移交，年尾又爆發亞洲金融風暴。而對簡家嚟講，最沉重嘅打擊係嗰個成日拍板、成日話事，將成個敦煌帝國一手帶大嘅大佬突然唔喺度咗，繼承權落到兩個人身上。簡煥章嘅兒子簡惠華同簡煥章嘅弟弟簡其章。問題係，據多方講法，呢兩個人都算得上係外行。簡惠華雖然喺敦煌畫舫嘅項目度已經有份參與，但從未真正獨立操盤過成個集團。簡其章長年做嘅係執行同協助嘅角色，一樣冇真正話事嘅經驗。呢一叔一侄喺一個龐大商業帝國突然冇咗大佬嘅情況之下，硬食咗成個決策權。而更加不幸嘅係，呢一叔一侄喺經營理念上意見唔合。簡其章接手之後，推行所謂管理現代化，大開各種行政部門，財務、宣傳、工程、採購、人事，樣樣都獨立成部門，將以前簡煥章一個人拍板嘅嘢分拆成一層又一層嘅架構。呢個初衷未必係錯，一個咁大嘅企業，理論上確實需要更完善嘅管理架構。但對於成班跟咗簡煥章10幾20年嘅老員工嚟講，呢種轉變感受就好唔同。以前有咩要拍板，一句說話，一個電話，老闆嗰邊好快就有答覆。而家要填表格，要經過唔同部門審批，一件本來半個鐘就搞掂嘅事，可能要拖成幾日。有啲老員工私底下都搖頭，講以前個祠堂入面嗰種一家人嘅感覺，好似慢慢都變咗味。呢一輪現代化令開支大增，而當時正正係敦煌生意開始下滑嘅時候，多咗嘅支出令情況百上加斤。更加要命嘅係一單發生喺沙田畫舫身上嘅內部交易。簡其章獨身獨勢，策劃以對數形式購入沙田畫舫，
即係將呢座豪華石舫由酒樓集團嘅名下轉到簡氏家族股東嘅名下。呢個操作嚴重削弱咗公司嘅資金營運周轉，幸好最後遭簡惠華反對而終止，但據講已經元氣大傷。曾經係簡家驕傲，被簡煥章當成定海神針咁起嘅呢座石舫，去到第二代人手上，竟然變成一叔一侄互相角力嘅棋子。呢座起得再靚嘅船，都保唔到成個家族免於內耗。叔侄兩個人為咗畫舫嘅歸屬而角力，一個想將資產轉移落自己人袋度，一個企出嚟反對，成個集團嘅決策系統就喺呢種內耗入面白白蝕走大量時間同資源。而當時嘅香港正正係亞洲金融風暴過後百業待興，最需要一個清晰果斷嘅領導者嘅時候，命運冇俾簡家呢個機會。1996到1997年，泡沫經濟嘅頂峰，敦煌管理層做咗一個日後證實係致命嘅決定，喺物業市道最高位嗰陣，一口氣掃入4個大型鋪位物業：新蒲崗越秀廣場、旺角聯合廣場、將軍澳惠安商場同大埔昌運中心。同一時間，集團仲急住擴充分店。嗰陣市場對敦煌資產嘅估值高到幾乎令人眩暈，單單一座沙田敦煌畫舫就試過有人開價4億港元收購，但大股東揸住唔放，唔願意割愛。跟住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風暴正式爆發，樓價同資產價格斷崖式插水，成個經濟長期未能翻身。敦煌高位買入嘅嗰4個物業，好快淪為負資產。集團酒樓生意額由90年代初每年12-13億港元，跌到風暴之後每年只有9億。估值4億嘅敦煌畫舫，最後只以1億6千萬賤賣，跌幅足足超過60%。之後陸續有分店結業或者轉手。講食講排場，敦煌至似樣呢句響咗成10幾年嘅口號，去到呢一刻喺資產負債表面前一點都唔頂用。去到1999年，呢個龐大嘅飲食集團已經要靠拖欠租金度日，單單北角嗰間敦煌就俾業主入稟法庭追討逾1400萬港元嘅欠租同雜費。而喺呢場商業危機悄悄發酵嘅同時，簡家入面仲有一場更加深層嘅裂變正喺度慢慢展開。據法輪功一邊嘅媒體講法，1996年簡鴻章開始修煉法輪功之後，簡家同北京嘅關係開始逐步疏遠。特別係1999年中共開始打壓法輪功之後，敦煌嘅生意受到咗影響。有前員工講過，訂酒席嘅數量明顯受影響，唔單止中資機構唔再幫襯，連一啲左派人士都唔再嚟，令敦煌嘅生意急轉直下，最後苦撐咗3年，走到2002年6月倒閉嘅結局。呢一套政治打壓導致倒閉嘅講法，主要來自法輪功背景嘅媒體本身帶住明顯立場，同埋更加主流嗰套地產炒炒，加上家族內耗，加上金融風暴，加上經濟不景嘅解釋並存，未必係互相排斥嘅關係。客觀嚟講，敦煌嘅財務崩塌喺商業同家族內部呢兩方面都已經有好清晰嘅邏輯支撐。政治因素即使存在，都好難量化，更加冇獨立第三方核實過。但有一個細節好耐人尋味：2002年6月結業嗰日，有記者追訪家族成員，身為股東之一，當時已經係香港法輪功發言人嘅簡鴻章回應記者話，自己一向冇參與酒樓業務，所以冇任何意見。呢句話講得好淡定，亦好抽離。一個曾經身處呢個家族商業帝國核心圈子嘅人，喺自己家族最艱難嘅時刻，回應竟然係咁一句輕描淡寫。呢句話嘅背後，或者早就透露咗呢位哈佛碩士嘅人生重心，早已由家族嘅酒樓生意轉移到咗一場信仰運動之上。2002年6月5號深夜11點，呢一夜，敦煌旗下11間分店
除咗青衣城嗰間之外，一齊申請自動清盤，一夜之間全線拉閘。據當時嘅報道，喺一間北角嘅敦煌酒樓度，深夜打烊之後，領班將員工全部召集到大堂中央，突然宣布執笠。同一時間，敦煌旗下其餘各店都接到同樣嘅消息。翌日清晨，新蒲崗、旺角、太子、紅磡、長沙灣一間又一間敦煌酒樓大門緊閉，門外貼晒結業告示，數以百計嘅員工企喺門口，冇人知道下一步應該點算。呢一夜本來應該係簡家喜慶嘅一年。2002年10月，敦煌本應慶祝25週年銀禧紀念，但呢個王朝等唔到嗰個日子，就已經灰飛煙滅。約2100名員工受到牽連，加上早前已經陸續結業嘅其他分店，超過2000人一齊加入失業大軍。據當時嘅報道，遣散當日，資方淨係發放到員工5月份嘅60%薪金，其餘40%一直冇下文。北角分店嘅員工情況更差，連60%都收唔到。行內人估計，整個欠薪同遣散費加埋，涉及金額高達1億港元，係近10年來罕見嘅數目。而受害嘅唔單止係員工，約300-400，甚至有講法話近500個供應商被拖欠住大量貨款，海鮮、鮑參、刺土，一切嘅食材都變成一張張追唔返嘅數簿。有供應商代表出嚟講，如果供應商因為追唔返欠款而相繼倒閉，恐怕會有3-4千人跟住失業，人數唔比敦煌自己啲員工少。呢批供應商仲質疑敦煌結業之前嘅做法有詐騙之嫌，結業前仲要求供應商賒貨，聲稱變賣物業之後就會還款，結果冇等到還錢，鋪頭就已經拉晒閘。跟住嘅債權人會議度公開咗一個令人心寒嘅數字，即使敦煌集團將手上全部資產變賣，都只能夠套現7000萬港元，但集團仍然欠住4億港元債務，其中光係欠供應商嘅1億9千萬，根本冇能力償還。呢7000萬要點樣分，都有一套清清楚楚嘅法定次序。根據香港破產條例，最先攞返錢嘅係有抵押債權人，即係嗰啲手上握住物業按揭可以優先索償嘅銀行，跟住輪到法庭訟費、行政費同破產管理處收費，再落嚟係員工欠薪，即係嗰2100個連60%人工都未攞齊嘅伙計，再之後係政府同業主，排到最後一位先至輪到冇抵押嘅普通債權人，而供應商正正就係呢一批排到最後嘅人。7000萬，前面幾個次序已經攞走大半，去到供應商手上，剩返嘅可能連零頭都冇。呢一批曾經日日凌晨就送海鮮、送飽參刺肚返敦煌各店嘅老行尊，講得直白啲，就係企喺呢條追債人龍嘅龍尾，佢哋能夠追返幾多錢，機會微乎其微。一間成日強調服務同品質，對自己員工向來出手闊綽嘅酒樓王朝，走到最後竟然係以拖垮幾百個中小型供應商，令上千個家庭陷入困境嘅方式謝幕。呢一幕可能係成個敦煌故事入面最令人唏噓嘅一頁。結業前夕，其實已經有唔少跡象，講明簡家高層對呢盤生意早有部署撤離嘅打算。深水埗福榮街嘅敦煌結業前唔耐已經先行結業。2002年6月初，另一間前身係龍鳳酒樓、地皮本身係簡家祖業嘅敦煌都關咗門。呢兩間鋪嘅鋪位都係簡家自己嘅祖傳物業，加埋當時同業新光酒樓以身代價一單案子，令成個飲食業震動極大。唔少酒樓員工都開始準備向僱主追討假期薪酬，進一步加重僱主負擔。種種跡象都令人覺得簡家高層對呢盤經營咗20幾年嘅酒樓生意早已意興闌珊。一個由油麻地起家，橫跨3代，僱用過3000人嘅酒樓王朝，就咁樣喺一個深夜之間
畫上咗句號。敦煌結業之後，簡鴻章嘅故事仍然未完。結業當日嗰句冇參與酒樓業務，所以冇任何意見，某程度上已經預告咗佢之後嘅人生走向。敦煌倒閉之後，簡鴻章全身投入法輪功運動，逐漸成為香港最高調嘅法輪功代表人物之一，出任香港法輪法學會會長兼發言人，仲做埋香港大紀元時報嘅社長。佢多次同港府正面交鋒。2001年，2名美國法輪功修煉者喺香港機場被拒入境，簡鴻章知道消息之後，公開指責港府官員揸住黑名單，唔俾特定人士入境，等同侵犯佢哋嘅基本人身自由。2003年，80名台灣法輪功學員來港參加交流會，喺機場就俾港府拘留驅逐，冇一個人成功入境。當中一部分學員之後同簡鴻章聯名入稟，控告港府違法。呢單案成為咗首宗台灣民眾入稟控告香港政府侵害人權嘅案件。喺當時嘅兩岸關係入面，都算係一單相當有分量嘅法律事件。呢幾年，簡鴻章由一個酒樓世家嘅第二代成員，轉型成為一個高調嘅信仰運動代表人物，越嚟越多出現喺記者會同法庭度，同以前坐喺敦煌股東會議室度嘅角色，已經係兩個截然不同嘅身份。但2013年6月，簡鴻章突然辭去香港大紀元時報社長一職，淨係保留住法輪佛學會主席呢個職位。對於辭職嘅原因，出現咗兩個截然對立嘅講法。一邊係大陸官媒同內地反邪教網站嘅講法，呢一方嘅講法指簡鴻章係受男女雙修嘅原文影響，加上內部權力紛爭嘅壓力所逼，先至辭職。亦有內部人士講法話，佢係因為香港大紀元長年蝕本，未達到美國總部嘅盈利目標，加上內部有傳言指佢疏於學法、獨斷專行、感情亂性，引起對方高層不滿。呢一方嘅講法仲直指簡鴻章頗為好色，與香港多名女法輪功人員有染，字眼相當尖銳。另一邊，法輪功自己嘅講法就係全盤否認，強調法輪功嘅教義明明白白講住要戒除色欲，社會上講嘅男女雙修呢一套喺法輪功眼中係邪惡縱欲嘅行為，同佢哋自己嘅信仰完全係兩回事。內部根本冇雙修呢一套，佢哋指所有由中共網站發出嘅相關文章唔係斷章取義嘅拼接，就係純粹編造，目的就係要將簡鴻章同法輪功嘅名聲搞臭。法輪功方面認為簡鴻章係因為長年高調反對中共打壓法輪功，先至遭到當局針對報復。呢一段公案，雙方講法各走極端，核心信源分別嚟自法輪功媒體同大陸官媒，兩邊都非中立第三方。客觀事實至今冇一個令所有人心服口服嘅答案。2019年12月18號，簡鴻章突然感到身體不適，被家人連夜送往廣華醫院治療，翌日凌晨不治身亡，享年68歲。一個當年名校畢業、赴美攻讀哈佛碩士、家族酒樓帝國鼎盛年代嘅第二代成員，最後帶住爭議，孤獨咁走完咗自己人生嘅最後一程。簡家嘅故事留低嘅唔單止係人嘅命運，仲有物嘅命運。沙田嗰座最華麗嘅資產敦煌畫舫喺集團清盤之後，由已經轉到家族股東名下嘅業權，租俾明星海鮮酒家經營，一租就係10幾年。中間租金由每月80萬一路加到最後升到每月160萬。2016年，業主試過以近10億港元放售呢座物業，如果成交，將會係沙田最貴單一物業交易，但最後未有成事。2017年10月尾，明星海鮮舫結業，成個沙田街坊都趕住喺最後一日專程過嚟拍照留念。有一個成日坐窗邊飲茶欣賞河岸景色嘅徐先生，慢慢講起以前艇家點樣成日要轉泊位，後嚟先由政府起座石舫代替，
佢仲講返自己後生嗰陣負責接載遊人出海玩，一星期有6日都會返嚟飲早茶。佢笑住講：我係由細睇住沙田變㗎。但佢好唔捨得，講到沙田容納唔到明星呢間鋪，覺得好可惜。仲講之後自己可能要好似流浪漢咁，四圍揾第二間酒樓先至有得飲茶。有一位住咗沙田30幾年嘅黃太，憶起當年幫襯敦煌嘅日子，一家人嚟飲茶食飯，酒樓熱鬧到成日要排隊等成個鐘頭，細路仔就喺出面玩滑梯。佢話自己已經3年冇嚟過，知道要結業，特登帶埋女兒最後一次嚟。有位初為人母嘅倫小姐，抱住1歲大嘅兒子，專登嚟到3樓嗰張金色仿製龍椅度影相。佢話自己細個20幾年前嚟過，都坐過嗰張龍椅影相，所以今日專登帶仔仔嚟坐返一次，講一句驚之後冇咗。仲有位陳生，幾乎每日3餐都喺明星海鮮舫度食，被職員笑稱1日3餐都喺度食。佢講自己淨係試過住院嗰陣冇嚟過，其餘日子風雨不改。臨走嗰陣仲同職員依依不捨咁講：好掛住你哋啊！呢一幕幕場景見證咗呢座石舫喺沙田街坊心目中嘅位置。佢唔單止係一間酒樓，仲承載住幾代人嘅回憶同感情。2017年結業之後，由一間婚宴公司以每月115萬租埋，斥資近半億港元大翻身。2018年5月1號試業，6月6號正式開幕，改名做水中天。翻新工程喺外觀上大致保留原有面貌，包括清洗外牆、重新翻油，原有嘅敦煌壁畫、石浮雕、門口、石獅子同龍椅都保留低。樓高3層，設有5個特色宴會廳、2個戶外證婚同酒會區，地下有7個小型宴會廳，以玫瑰、琥珀、珊瑚做主題。1樓、2樓分別叫銀海同星際，走航海風格。2樓仲裝咗一個圓框船窗，模擬新派郵輪，仲有一個32尺長嘅電動舞台。3樓天台改成一座設有馬賽克玻璃窗嘅白色小教堂，可以喺度證婚。正門入口嘅石雕改成一座噴水池，而原先空置嘅露天平台就變成咗證婚花園，擺咗座白色涼亭，專門俾新人證婚用。昔日左派飯堂嘅旗艦搖身一變，成為咗新人證婚擺酒嘅浪漫地標。曾經承載住簡煥章一手打造嘅商業王朝，又曾經係家族內耗角力嘅棋子嘅呢座石舫，最後以一個截然不同嘅身份喺沙田城門河畔繼續屹立落去。呢座石舫可以話係簡家留俾香港最具體亦最有詩意嘅一件遺物。至於人，簡奕雲、簡煥章兩代人都已經作古，簡其章同簡惠華喺敦煌清盤之後就慢慢淡出咗公眾視線。由油麻地一間又一間以雲字起頭嘅舊式茶樓，到彌敦道嗰第一間敦煌，到沙田城門河畔嗰座大理石畫舫，到最後成10幾間鋪一齊拉閘。簡家用咗25年寫完咗自己成個王朝嘅興衰史，而喺呢場商業浮沉背後，仲有一條更加安靜亦更加令人唏噓嘅暗線。一個原本鮮明企喺同一陣營嘅家族，去到第2代竟然會喺信仰同人生取向上走出2條截然唔同嘅路。有人一生緊跟大潮，做到風生水起，有人中年轉身投入一個完全唔同嘅信仰世界，最後帶住爭議喺香港畫上人生句號。呢2條路究竟邊條先係對，邊條先係錯，或者根本冇一個人可以講得清楚。只可以講喺香港呢個彈丸之地，一個由3代人辛苦經營出嚟嘅酒樓王朝，最後留低嘅唔只係一座改名做水中天嘅石舫，仲有一個關於人性、命運同信仰嘅故事，值得每一個聽完嘅人靜靜咁回味一陣。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同轉發，我哋下期再見。